这个是对教，但对风俗呢是话讲对教这边的教学，这边的家生。像个大山卡的家生是安尼，大山卡较普遍是这样，那是有特殊啊。伊拉当时叫人来到人家，伊人爱拔都无叫。你来讲第三拔叫人个唔免去啦，这个无，就是讲你人穿学衫的，你人卖去插树，和安哥伊啲花树。伊礼拜你人拔，爱淡薄留住，有个人伊来听讲，甲你做交完几暝，加点伊人卖，都有淡薄，特别要拔，唔通发着政府的路，政府的路无在就无你讲拔这个人街还是两步，这个叫做大叫唔通。家人挂是人拉米，叫阿咩啊拜，阿咩人拉米我同人话袂好讲啊，较少较叫做属门的叫，无拜你，而是人挂麻将会使。所以叫物件，这个都唔是对教，是对风俗。头一项我讲了就对风俗，第二项对风俗是讲今日个人行的路是对佛的家事，佛的家事无做这个。搞这个抓出金山、银山无，安尼伊人是这个，这个就是讲啊道教。有人讲这个是佛教，唔是道教。道教跟佛教无相。道教就讲啊，咱若死了，咱摊下有厝，咱就要过阿摩楼，了就要过摩托车，你无摩托车，你阿发了去出事了，无摩托车通坐。了爱阿摩楼，爱查某间，爱路财啊，咩个了？这个咱来相看，因为中国无做这个物件，是讲咱马来西亚人呀，马来西亚人本是这对道教的在做呢，那是无人都无处通大，所以这个就是对教，对教呢，咱那是拜佛。对佛教，咱唔通去做这个物件，因为这个啊，唔是借类，他那不是水清，要搞一个阿摩楼，甲搞一个金山、银山了，佮做来做去啊啦。我知我一个朋友，伊死了的时放下13千块伊家己，伊讲交这个类开，唔通开过10千。咱你知无？好啦，做一个小小的厝啦。了，伊人讲不要紧啦，唔免讲累啦，天天做到这只来睡啦。无济啦，无济啦，无济，渐渐安尼讲无济无济。买来的时候，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做。伊阿爸讲唔通过10千啊，17千，惊就去找个4千，过去借4千来开，所以这个物件。若是开这个类了，我们有谈不要紧。特别咱来想看，阿摩人、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即拢种的白皮的人，还是吉林亚人，还是蒙卡利，还是巴厘岛，拢种无公正，伊人我无处咯，不得讲无。人若是大伫世间，伊若是无做恶，伊死了伊去好的所在，好的所在呢，伊去出世有类人的家人，有类人的家人了，你去打厝阿咪，伊无早起这个物件。那大人讲无啦，死了就要落地狱求生嘛，地狱了人把你干就无往借累了把你再看那个出世。武大无讲安尼，武大讲这边对开，伊出事了。伊出事那是伊无做职啊，伊有做好，伊去出事好嘅人件事。所以这个对咱拜佛的人啊，这个是有着咯。所以这个应该咱唔免开，甲咱那边对不离身唔使开，因为这个来开落去啊，我在20-30千块钱。伊人甲你讲猫仔无规律，多只眼伊甲你顺落去，一个挨下来，一个挨下来，
，no limit。所以这个物件是对 religion 对教，所以你看，无应该对，咱咪对。了，他那我讲听，咱唐人是安尼，逐个若是讲白事的时，了要出山的时，伊人拜倒，了拢总人行咧，有时隔壁厝边朋友行咧。按这个，咱拜佛的人，咱做拢总是材料规矩啊。特别有的亲情，伊爱小拄，伊举小拄来。多顶拜下，伊个小拄伊下，咱袂使讲你举对唔通。你人要拜，特别穿学衫面，啊你去行小拄，你实诚，你行啥？阿伯，莫叫我买一只小拄，来伊就进来抬一个拄。今日咱希望老人要去好的所在。咱安尼老人，咱去行一只小拄，一只命死。但是这个老人爱去出事，本身讲，到有实诚，伊爱出事无长命。所以咱爱希望，咱做虾米物件是要希望，这个老人去到落出事，伊长会死。所以我爱物件就卖做好事。所以亲像个月。要拜，要举小拄来，会使你下拜行礼，行礼了因来讲好，要举去抢茶，互人食，会使。若是卖，伊要做，伊讲互你人去用，你人要去用就去用，但是你人穿乌的卖做，所以往事若无，你无学着，你无实诚，你是行佛的家事了。嗰一项，咱唐人逐个若是讲啊，来送孙亲像5个来送，逐人送孙转去啊，逐人希望爱转去，爱圆和和合合。所以有的人因，我知福建人伊互我法规，细我地你捌看无？细地法规来亲像你对是人家法规啊，转去平安，互你发财会。这个是风俗。所以这个若是讲啊，无一类咱对，人来送孙红丝线爱土爱节假爱，伊人这个是叫做风俗，不是理论，不是教。所以有的人我知啊，伊人无爱做这个法规，然后你想看法规来咗了，这个无用的音声，法规个黏黏。actually 用住一些，你落去你落来，落去落来，睇转去，无人讲转去除了法规去食，灌水冲冲了再来食，食到落去合落去了啊，是无清气的物件。所以真正济人我看他那这边咧安怎做，伊人互甘强，伊转去互你拜红公，互你大趁钱，成功。互你年好，伊人拜安尼用清气，转去伊人去拜红公，系红公拜，这个是正正佛的家事，拢总咪做这物件，按清气上，佢在路人食这个法规啊，你看去拜头，了不要紧啦，你头法规摕来，你想伊有包你话无包，落来。手有洗无洗，法规个严，安尼有时头份啊，低味啦、虾米啦，还是讲一个啊，他那有一个啊，叫做胃病，hepatitis，了有诶只毒，他那边咧几那人着这大火，这大火滴倒落来，安尼去摸来摸去，无洗无汤滚水，了来摕来食。逐人转去抬了法规了，那食落去，你食中落去了，所以你人我是讲互你人听，你人要对到你一项人对，看你要用规矩，有的人系评估较强，了转去啊评估互你去拜红公，拜红公了评估互你年好，
甘互你啊，啥圆圆互你大赚钱，人做安尼样，了红山红丝山土人好，这家人好，互你这家互你是运贵，了这也互你是运贵，人这个是红红，互你共做人，人这咱做人是爱这个，甲了拢做必是平安平安。所以这个是叫风俗，咱唔通讲做一个讲风俗本嘛袂使，咱交对。所以这个不大教，了今日我讲我听是一个对教，对咱的教不大讲啊，一个人一分开了，春是一上姑，上个一只蛇，伊讲一推壳，伊蛇走了，佢咧壳有地。所以今日阿伯未治了，阿伯去出事。安尼阿伯我听讲，伊本是无乱来的，无乱做，无去拍抢人，无去偷窃。所以一个月今日好好，不得有讲啊，人若是会晓关个月今日，马德比都有巴达人这本心不的话，不他达拉萨上个物。一个人若是讲啊，伊无乱做，伊无去拍抢人，无偷窃。无讲去捞人，了伊有做业责任，有个业家庭，个业某，个业囝，个业是大人，这个是好的人。所以咱知若是讲伊无乱做，伊是好的人啊。咱什么事渐渐上就要去抽伊出来做啲地基，无得讲安尼款的人，伊无落地基。到落地基嘅人是虾米啊？就是讲拍抢人、害死人，啊是讲啊，所赚的物件是啲害人艰苦，啥啲卖白粉卖虾米，这个干了害人苦，爱落地嘅。所以在我想，这个欧美人是真正忠吉的人，所以是好的所在。伊去好的所在，虾米事咱就要做。烧一个卡尾纸，伊人讲卡尾纸是咩？反渐渐贵，才看有路。虾米事就贵？伊讲地基红，虾米事咱希望要去地基，咱来希望伊去死咧。所以这个烧这个卡尾纸，我讲我听实在是无影。因为虾米事我讲，这个卡尾纸故事带伫长山，伊人讲那是人死就要高床。你知我杜州人，我故事参加杜州人。就高层就是讲搞这个我查，and then 达人走过呀，是家孙就走过，俺家孙啊有诶过了爱困，有人讲买互人困，伊讲哈人听，嗰就保护啊，那是鸟超过啊，嗰个死人会鸟起来啊，所以达人叫了，唔敢困，所以人发明这个物件。要听下咱来讲，这个烧卡尾纸，原因是对这带落来，因为中国的点声，这高层是叫做 winter 是做冬的，真正寒啊，有山落雪寒 winter 是做春啊，寒春，所以人高层的人安怎做啊？寒死啊！摕物件渐渐烧行火，所以这边伊人直烧，规暝烧咩要热。你知无我去印度，唔通讲中国较较冷，我去印度北边啊，无像我中国安尼冷啊，我穿6件的衫，寒死。and then 啊，伊人好困的人啊，伊人住伫厝啊，伊人有一个heater，互你热爱。有电热爱，所以无火真正寒，所以达人摕这个一直烧来下火来搞这个，所以伊人就烧了安尼啊，你讲哇有理由啊，安尼来烧啊，了伊人就发明啊，这个是烧卡尾纸，要互伊关看伫地基，我唔通希望伊去地基，我来去互伊去好的所在，好的所在是关的所在。所以这卡尾纸原因就是人寒，才来有安尼款的这个物件。所以这个人若是去了，剩这个卡，咱不能改讲，阿爸起来哦，走去
食过比食鱼食过哦，那样食去，要叫伊困，这个拢总是咱的风俗，唔是教。那这个啊，唔免去偷。安尼不大讲啊，这个物件无需要的物件，咱来去好。看到咱搞的人是啥物啊？照福建的才来讲，死的人是死去了，但是咱在搞活的人。你再无有诶长山，若是有诶人啊，俗一大波人啊，是阿爸无拍石故事啊，就哭啊，对啊，对心肝啊，要大吼大喊咪，看见渐慢慢个人起来吼啊，阿爸喂，你看这个这咩这个阿伯来啊，你逐过甲你真好朋友，叫我袂因啊吼啦，一人来一人吼，若是100人来吼100刀。lama 5日7日，再加日一个都日。所以这个我是讲，你听我去读这个历史个咧，互人知。个青蛙，看那是矛盾了，青这个蛙是第一结条的，古时无，古时你知无？伊人青蛙含伫头壳，你知闪，你人来看无？了你若是。去抓店，还是你去观察店，你家买大厝，伊问你爱麻无？爱，伊约一人来，哎，你咧一人知道无啊？几十人用了啊，人就好咧，起厝去教一遍啊，你去摇咧，去验咧，看看，地皮真唔真啊些啊？哎，这里真正垃圾咩物件？大人到底系咪去摇咧？切掉咧，咱唔是讲大人有病无病啊？有啊 TB 有啦，有麻疹的病，有垃圾病啊，咩啦？人家都去看啊，这里个人二看国家物件偷水死啊！那是我咧一个碗，那是去掂了干有咧股本吐起来，所以真啊垃圾的物件。特别你到落来，我讲你听，你因在啲中国的时啊。搭过时阵，人死的是寒，未打寒。中国人古时真啊巧，你知自己敢唔欺负了啊！伊人搭过啊了，寒甲未打寒，摕牛奶来用来看。咱有的人看，哇，大人用牛奶啊，了伊人说用这个叫用牛奶来看，这头是牛奶。那牛奶你买来再来出事，就是发明叫麻。所以这个物件，伊原因是毋是对教对当人摕来用，让人所摕来做讲应该就做。哇，用麻就是讲较当下，毋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我讲互人听是这个。咱你再无古早人啊，那是有类人的，未一老的时呢，未老呢，有的人拍随便咯，安怎做啊？伊人做规身的金器啊！你知古时啊，有的人啊，拍针啊，按珍珠、玉环、玉人，有时玉边。按古时的玉，甲了是真正好的玉，看那玉甲了假的补的，拍针的。按古时的玉甲了搭落，按珍珠真正是大了。按这个古时啊，样叫做土工。这个土工就是古时我大陆进厝，伊人就贴白讲给我听。较济一个人啊，伊未，伊伫养的时，伊拍迄金器；肥的时拍金器；到伊要死的时，老甲爆了，迄个金器成了垮了，出手款就好啊。古时啊，肥的时伊做，了看啊，伊老了的时啊，散了。所以下这个时啊，要乐观的时啊，这土工逐个讲。你3节讲，互你40万啊，保庇年大赚啊！了，你人就讲好，但是你袂使看，你就大啲心病，头皮起来讲，你看就见啊，会冲着。你知无这个物件会冲着，所以大家讲，
伊讲啊，3节，互你40万，互你年团，了你人因那边因好，落一地啊呀！佢等佢一项，actually 后来啊，伊啲系咧考钱嘅점聲，一項伊摕了。即個是話是講長山歷史，好多人攏總搞咗進去啊，了真濟。因過啦，伊看甲好時啊，你人來看，無一個人敢去拿。你甲你講，你看好啊，大樣唔通落去啊，大樣落去。如果運氣本對伊去，所以今日講到是安樣，人國家人是一啲講了發明互人知了，有人直落來一代，煞唔知，所以這個啊，啲以後後面故事啊，actually 我阿莫話講 looting going on，looting 就是安樣，啲睇這個一行嘅講，按故事啊，極水嘅了，好似人嘅。無人做安尼，無人點來下了，這銀紙啊，啥物啊，金紙做冚，係這個靠錢，這個下面，這個唔是講下了40萬，有影伊賺40萬無，這個是啥物啊？係你咱當人死了，伊無一下大。耶穌教、會教、基督教、阿摩教，往將全世界，將啲死，幫入去大，有嘅較快，馬仔去大，特別咱當人啊，湊愛一禮拜，故事長山無一禮拜啊，啲人就看日啊，無日就去行山。行山你知影，就2個月、3個月才會大。我一個死人坐喺棺材那邊，你知了上久，過來一碰了後面射水了滴水，拍湯無好事。我有人入來，你人捌看其人嘅厝，安怎入來味都臭味，拍湯無事走。所以這個物件係這個靠錢，係這個銀紙，因為目的是啥物？absorbent 要縮水，所以人故事國家嘅人做，咁樣有理由嘅，特別人通啊袂曉伊原因嘅理由，攏總袂記了，通啊摕來說比迷信。所以我今日真福氣來講互人聽，你人講了是 educated people， 你人唔是講啊uneducated people。攏總出在人講出來了，所以應該咱做，無應該咱無做。而這個對這Buddhist way啊，是對家落好，對唔使開鐳濟，鐳真正好開。這個白樹啊，你要開啊，直接這個大人這個出山。30千、40千、50千份有，我欠好。今日我要講淡薄，今日我對我出家時，我知經2-3年買咱嘅這個馬來亞，鐳會大坎坷。這個老人聽好好，老人若是有做生意嘅，今日老人會省就省，今日老人會省100塊。我經2-3年，你好貴100塊，因為蝦米事一直去，人會一直坎坷了。其實有淡薄政治我咪講 ，economic economics 我咪講，你人在看啊 recession 全世界。今日我係查某囝在Canada轉來，長回轉來。And even 講 Canada、England 嗰啲攏總 unemployment 無頭路真呀濟，今日有人知啊，這邊 Malaysia budget 很值真呀坎坷。今日你看社會，你知無？點解有個人啊下晡時愛出去行去食物件了，確定啊去食，伊人看你食了確定你對來要坐車，你帶去坐車，伊看你。上濟人，伊開門後你，日日佢打，我發錢你就好。
特别咱来看咱华人红线啊，出一日到啦，咱哩 scraper 长上边来金金 ，and then 伊甲你讲，我食白粉，我贪啊欠用钱，你第二就坐你食好啊，我咪互伊拄落去，所以这个啊贪啊都是压袂够。我经2-3年会大凄惨，所以应该开就开，无应该开无开。像我去指导，我大妈讲落听，我一个朋友阿爸存13千，伊讲开廿人10千来就好，买来你看，要欠开欠到17千，囝佫无存钱，囝就去找钱来，囝即个知无？借钱要还真正坎坷，囝即个人是应该开就开，所以囝即我要教路人，什么物件路开，爱互你会甲即个老人，你来开了，伊无趁半项，要做什么开即个类？特别咱唐人真正来咯，唐人啊，真正搞面皮啊，面皮个啥？I name and fame， 你知无？唐人你看我逐岁大你间厝，还未死个死娘娘，你看好，你看耶稣教、灰教、吉利亚教，特别咧老人嘅面前，伊伫喘嘅时候袂使好，特别咱唐人都头病。这个老人伫喘嘅时，伊人看到就好大声。无好啊！伊讲不好，所以有人好大声，隔壁听到，哎呀！你看伊第三走啊，好干了！我听了我分目接分流，是做好外面好看，开的菜大路过3店，因对面咧阿伯把你死，2-3个月前伊2店咱咧阿爸靠你特跟2店啊，嘛3店。啲小道，这个特别这个女啊，会细好只定字。你若是讲女啊，买钱啊，老人开春2千，我来你细一个女，特别你去互老人经，还是你去互较贴囡仔无女通买册，功德真呀大。and then 你下了这个老人的名 ，in memory of 你发个名呢？啊，面珠，心珠骨，纪念心珠骨，我人出一个囡仔无女通买册，我人出500块，分你功德。你若讲的，这个不是我讲，安尼看人都纪念这老人，这个是叫保施。若是安尼看做，这个功德伊会趁。伊若是讲，伊若是。伊要贪个不要紧啦，有人拍算的人，有人会贪。所以这边你看，我看到我要讲佛的点声安怎样？你看佛，有影正正无讲四三，讲这佛正正2500几年前，有影一个悉达多太子住伫北边印度，正正你通下去伫印度你会看纪念机，伊下你看。这个纪念机啊，联合国开类找到这个故事的纪念机，这个纪念机啊，要往2000年故事一个阿苏加王起的，到他那伊人联合国开这个类，这个所在，这个一达，咱悉达多太子出世，要过一达伊讲悉达多太子出家去伫大陆会讲，过一个所在以后，这个是。联合国开这个类，他们就在联合国开这个类，你这个阿妈人，无论伊是耶稣教的人，伊人相信讲，是老人真正强，伊的 philosophy 等人我不了讲，伊的假释啊，真正有理由，真正爱对各人好，这个联合国才有 support。若是讲你甲大家 blind religion 啊，也多教联合国无 support。你看，这个在印尼一个大大的所在，
武大他们在，咱那个开水面一种，安尼故事，千几年前的时，有一个武的回想去大海边，咱看联合国开，咱人回教去包查，所以看一个religion Buddhism嘛，联合国先进，所以今日咱来看武大一离开的时候呢，伊无观察。印度人死无观察，伊人倒，伊人处伫一个叫阿摩话讲stretcher 同人话咩写一个帮安尼，了粗布，了边啊个粗布，了香菇下落去，但你若香菇一包一元的包，就是包了下，伊人花心，了一个就发了就会大。国家无分开讲大较好，还是小较好？他们本下不到，有的会小小，有的会小大。所以这个大小，还是因为印度有的人死了，因落刚好胡食，过就好看的人因落伊都枪顶，或者山狗甲这vultures 就上无大股就会照大大只的食。所以你看伊人对上古伊人无拍插，但你在我爱顾咱的父母，迄个就是教的人。所以头我哋讲阿无一个，假使无出来啊，係證明係咪一個？唔係佢自爆嘅係咁對嘛？佢聲好嘅掌聲，一團教啦，真正驚人聽了，哇，真正好，做回想。但你故事都我真正貴，無聽嘅，攏總是假。人螃蟹，佢在正山螃蟹假嘅報，所以真正貴。所以若是人要做回想無報了安怎做？一人一頭。你學了嘛？都下啲即個觀察證明你下啲證明但我再講看我講一個故事互人聽。下啲證明，下啲證明，唔免下了出山的日，學了嘛都下，我教起佢阿妹落去下啲咁樣。故事佛會將聲人愛做回想，無家姐是回想的3塊叫家姐，安尼是叫家姐，你人是叫3塊，我人袂使叫3塊，我人叫家姐。佛會將聲人聽見了要做回想，無家姐了安怎做？去唱頂，人要大還是人要小的將聲，甲伊吐步，甲這個死人吐步。所以今日這條假設是真是叫做包你死人的道。了，當伊出山的點聲，伊要落空的點聲，我念這條經叫做旁蘇古啦。意思就是講我今日出街做回想，我無假設。這條假設，這條叫做略步，互我提起用。互我提起用，了我來提用，了我來做假設，這個律法嘅談這個功德，上加一生嘅。但係我人未使這提，我人提一頭提，所以我人念這個經，意思是講，你互我人用這個，我做假設，我出家累無，我人這個會上是累無愛嘅，我人做蝦米物件是 free 嘅，咁了攏做。一類無愛，但係我人無愛，我人愛食，我人愛穿，所以今日我無價值，我來甲你摕一個叫做死人道，包你上句。但係咱當人教我伊是包咕隆，咱嘅當人是係觀察，馬來開咗觀察阿伯咱觀察我開咗這，所以看伊人嘅風俗是安尼，係假設就是講包你上句嘅道，了我人念這條經，了我人就摕，這個
上话伊人叫做旁盲棍，再来讲做盲棍人知了，就是用安尼啊。而这个盲棍，也是大理话就叫胖苏古啦，是这个死人包死包和回乡。咱出山的日，不得讲，这个是不得改咯。有时阿伯花心。伊咧转出来讲啥，有当时想着囝，也是有个人想着家伙，有个人想着有当时涂骹去大安尼物件，国家人有钱有金钱啦，下去红大。安尼你要转出来讲啥，伊毋甘离开迄个所在，伊想到迄个所在，有当讲，到伊若是有安尼想，对人话讲，伊个心有执着 attachment， 伊无通做人。有当时伊出是做无鬼，所以你看有个人断开了，手内所有鬼，就是因为虾米事 ？last minute， 你毋甘离开厝，你调伫厝，我安那样会讲声不到讲，安怎做可以无？你着要到时了回向。人若是出事做鬼，这边今日到时要跪落回向。阿爸，今日我报时这个功德是好路的，伊随随出事别行了。这个是不大讲，唔是我讲的话。所以真正侪人摕这个，你看上帝妈妈斯里兰卡，这个根本是安尼人去做安尼哦。是讲咱这边是一个。咱这边个了农庄是一个道教个了，占卜来占卜去，他有当时个道教所变做佛教，这里唔无影，农庄参与，怎去做这个厝啦，叫这个看农啦，这个咪感觉农庄是道教，唔是佛教，唔是讲咱的佛教来，所以咱睇下分别，还是佛教，还是道教。有当时甲咱全部参甲了，所以叫你来看，这个看钱甲这个甲了农庄是一目的是要收水呢，所以他人做这个叫做潘师傅啦，就是意思就是讲死人佛，我人摕，这老人看，那当伊出山去。我较早来，我10点来，所以大致一个多钟点，我食饭，食饱了，咱人面前，咱人为我面前，我回向这个接受了，咱个下，甲咱点啥所以这边你看，这个不大的家事。他呢，我一行我讲，我那边专门我讲什么人淡薄水，只要人消化要问虾米，你会使问。所以他我爱讲过一道，对风俗唔使做乱，人爱跋筊，互人跋。特别你人，互你翁哥去买牌，互伊去，互你人买料理，了，这有当时人来。有个人要煮互人食，小看钱袂要紧。了，这个咱是加算了上升，行礼时，甲了牌是规矩呢。了人要对，就互人一个红，伊人叫阿咩？人叫法规，咱做钱嘛是甘。加苹果安尼就好，较清气声。咱本好做事，你买一抓人，咱人大人来哈，大人来下就把息，转去，了这家本下互人，了人要来家烧猪，人要家鸡，家咩来拜，你人拜了，你人家对，就安尼，我人穿乌衫，我人买，所以我好多人
5 minutes rest แล้ว看到人要问啥物แล้ว我答应了人好无5 minutes 我只水淡薄 can ask any question 人到了无明白会使问唔使讲啊唔免做无好鬼一个鬼那个鬼你正你知我人摕你正来你其他哦你无觉得上个对你正个红包个啥物很苦这个敢若免แล้วเขาหลังใจกินจ้อว่าหลังบูจับสิวเมียนแล้วเลยจีแล้วไอ้จีสีน่ะจีเลยไปเสียวขี้เสียวแล้ว出在人亲像个过来按照过来按照然后可以顺你人的事都袂使讲这个袂使那个袂使顺你人的事但比一般行伊2万讲你人就做安尼你人就做安尼讲我人最福利伊讲你无系小都袂使我人最福利来他对我讲啥物事咱要回向的时你人就受戒你无受戒你回向老人贪无半行你受戒所以叫安哥人要佚佗搭个摆人佚佗但是买黑驴买莲布买不人解ครกแต่ว่าเขาเลย買เขาเลย police 嚟做亂lu pajin rami asilu ke amhana ko angkat turun sikit pantan hole beoki hole kata ko lang di cho di thôi chứ kêu subun kêu không chỉ quả lui thì chế này thì tối là mai bài lui vềเลยanh ấy có không anh ấy không có không nữa nó chè mẹ hả anh cha actually 我講了聽在啲世界大陸一個人無決心大家人都無決心你咪阿公你知無咱哋一個馬來西亞王你咪阿公你有決心無伊講malam saya tak boleh tidur大家人有決心tapi 我講了聽你決心對啲大陸來過了的事你抽起來想過了的事莫去想伊將來要安怎樣你本出來想將時貪啊過了的事莫去想將來要安怎樣莫去抽起來想了你真正清第二項假如若要清你來之前的暗伊人教你之前真正清哦你聽伊人講你聽話這真正清無之前的人伊心裡掂這個想想到燒這伊未困伊病來伊就講死鬼害我是不是害你害你家己你常常出來想莫去想伊你莫去想伊你就真正清今日我講聽，安尼你做了一個糖水果啦，你阿爸3塊錢嚟了，這個武大講的，真正濟人做安尼，做這糖水果啦，買來啊，伊做惡，就是做無貴，3塊錢嚟了，正回收起來清，伊談了，正回收。天氣的回收，無垃圾的回收來吃，要驗一個種回向，伊隨賺，伊無做，要落幾無了。這是武大講的隨，武大講寫真正濟。你看，這個假如唔是武大說武大是道教了，
所以我头妈讲，一半项是道，一半项是外道教。再我搁刷咯，听好好，please 听好好。若是这个Mr. Sim有伫我讲我听，伊含伊安怎想我讲我听。我离开世间了，我希望讲，我离开世间，我的囝儿落，甲我的查某人，拢总搁原在平安平安，拢总和和合合，毋通假如像个狗干猫安尼。安尼我本身家己去，老人的观察搁有伫内面。大兄二兄假如相拍了，安尼家伙人讲分无平，拍甲29暝，所以观察还袂出来人相拍了。所以不得讲这条精神呢，逐人希望爱囝儿，逐人希望伊离开了，爱希望讲囝儿原在和和合合。唔通互人外面的人讲，老人死了，大兄做大兄，二兄做二兄，细哥做细哥，大哥做大哥，拄着囝甲囝无相认，则无来看阿嬷，无来看，无来讲来拜来哈物来看。这个不但有交代，逐人爱囝希望讲就是过了有年节。加减个来参观，参观啥物啊？安尼咱登山古时你知无？安怎样？古时登山直直咁轻无通食，他若是讲上山车过了这轻是啥物无了？古时登山人直直咁无通食，所以你看登人的拄着你食饱无？英國人都叫 Good morning、Good evening， 咁白你發嗰時 Happy day。特別咱中人安尼巧，安尼無通食，逐人拄着伊食飽未？了若是有禮數的人不得了講我食飽了，安尼古時的人無通食，所以。你知无登山，咱登人的风俗，年尾29下岁30下岁，应该你人把你囝咧坐你把你去甲人坡食头路，你把你去沙巴食头路，你把你去甲打高温去，一年一度爱转来看阿嬷，爱慰劳，这个是咱的 Chinese tradition。我讲阿嬷话。Chinese is a close unit 係咩啊？漸會記一個家庭。所以你看古時嘅人若是起厝知無？伊要起大間厝，伊要房間濟，即我大後生房間，即我二後生房間，即第三層嘅房間，逐人一個房間。按古時嘅人。早起厝灶骹大的，你人知無？他那麻將，他那灶骹細細，人講便，那個是大樹紅樹，去大樓食，去菜館食，古時人講做啲那邊厝，你看人就變，所以他那certain traditions 咱就愛做，年節，上個講若是講阿爸阿媽有事，咱就要來了看。咱看了那些有年節，咱就參觀。有鐳咱好較加，無鐳咱好較少。按這條有這邊有道有講，死了就死去了，但係老的人愛顧活人。啥物是叫做顧活人？像個阿嬷、阿爸有事的時，伊若是結婚有事的時，伊甲老人參詳。他那無老人參詳。你無人參詳得呀？參詳個囝你一人去一路，一人去一路無，所以阿爸就無記了。應該你人的責任就要較親甲伊。阿嬷好無？阿嬷按照你漸，阿嬷叫我帶你去看戲，阿嬷叫我帶你一個，就是講你人做你人的責任。
care of the living， 我会讲 ，and take care of 兄弟啊，唔通我人笑老人倒看，啥狗干鸟，安尼款外面的人会讲。如果你若是开特殊生生，应该开就开，人即个无讲，人教的人无讲。但你老人若是讲啊，自己讲唔教路，家庭真啊乱，互阿嬷去追收官，即个是老人的责任无做了。老人无做，名声吵，名声吵就讲，Mr. Sim 了 ，Mr. Sim 的囝了 ，Mr. Sim 无了，伊加散个了啦，所以即个是。个歹名声，所以这个是second part，我教老人安尼做。两不再跟我讲，妈子若是教，不管是想起来，我阿爸，伊即我的点声，伊教我人他那正日出头，对到落来对阿爸爱有情，爱有笑，安怎要做互伊有情甲有笑？不再讲九点声，会介绍个伊做记的点声，还是伊死的人，我当人的这方式我袂晓，我该讲做记，有的做编记，有的做年对年，拢做报时，不再教。你要报时个话，马仔要报时，今日要烧香阿爸，我马仔抓这个单下日。上暗，我人去做报时，这个功德是要何路？有当时来讲，阿爸若是讲伊去出事无上好的所在，伊接受着你这个消费，我的囝马去要来做报时，到底这个上暗，到底单哪日？真正做不到讲声，伊人大地向边平台边领功德，所以这个不到，大人这个5项不到有讲。大人爱惊日，希望讲别日我若是主事出事无好的所在，我的囝渐渐会晓保持回向好啊，保持回向好啊。所以这个是古早有教，就咱讲take care of the living in the house， 唔通互人看，唔通互人笑讲，你这心无治了，这家庭散个了卖。So this is the second part， 我教这边我go stop， 然后老人去想看，佢要问下面无，老人来问我自己慢慢想讲。我教我是真正理由的物件，个了无乱来，无乱做，无乱开，无乱压。我讲个无逻辑，老人会使问，无逻辑面啥物啊？无你会使问啦，了你嘛在人我听讲人爱跋筊买淡薄牌，互人去跋，该人讲互人去跋，了，但是伊人若是讲要买麻将，我人无麻将，你人家麻将来会使跋，互人跋，无跋不要紧，有时你要叫人来叫到我家，你无跋互人做，爱困咯，对叫你真正。人家就人啊，我你讲 natural 啦，无讲 dogmatic， 无我讲 dogmatic 无习惯，无虾米嘢，无讲这个袂使，那个袂使。都困啊，不得讲你抓走了，你吸啊，你叫你吸，喂困啊，起来，无了这个吸你要听无？故事啊，时间就起来啊，阿爸喂，起来洗面咯，食股票，阿爸这摆我阿爸当笑咯。了有当时啊，4、5点人听咯，我对面唱咯，有人啊听咯，流目油咯，看油都看。但你好大诶，你来去看我去看吧，这目油问我，大家来个我再来。安尼啊，这个了是hypocrite啊，就无影做互人看，有效，我是有效。
他让我讲好听正正的故事。真正啊，真正这一个啊，拜佛真了搞，特别查某囝无相信佛教，要安怎做？这老人就封山，帮西唔知个查某囝自己讲了，死鬼啊嘛！我把你讲换衫，换看哪个帮？你怎样嘞？叫你来嘛！死鬼你怎样换死我？一人叫你，我把你讲换你个帮西哦！伊都唔知，伊这阿毛讲我带你来笑死个啊！你啥物出来都要去拍了嘛？你就要来嘛？无人看，天顶看，地看，路看，那是讲阿妈，伊袂知。人家都知我这个查某囝，阿妈就到朋友啊，阿妈的朋友来看伊，我都知对人的风俗怎样。刚来看一个发财人啊，买淡薄葡萄个钱，葡萄个这个钱嘛是订过来，你知查某囝骂人，你人常常买物件好食，伊常常大食大放，有人要来放死来洗个卡车无，人就骂。我讲讲啊，马头棍啊，我人靠啊，伊家的烧还无可以嘛食。吓了嘛，阿妈这啲戆了啊，唔知了都过来吓啊，安尼就做好啊。要死了时候，要菜碗24碗，人12碗24碗，他们所以摆个24碗，伊要互人看我行好。特别我还是人哋钱不多，伊唔好食，有理由哦。做这个物件，唔是富的家事，富的家事，在我伊要食虾米可以食。咱看有时读得讲啊，什么都计啥物啊？天台占城市，天台占城市有时讨物件，我做了本书，我看到卖有诶啊，我要食鱼煲油，伊要对开个占城去烧鱼煲油，买淡薄可以食，我来啦行好，唔通讲阿爸你较快死啊，较好啊。我搞路搞到我为了啊，也要较早死较早好，安尼惨，安尼叫做不好无。你今日会做个阿爸，把你个囝做路袂走诶，安尼讲无要紧啊，把你都死了啊，你投胎就不到啊，安尼你认了嘛，看下你投胎就不到，人认了啊，死鬼啊，这个囝来。吃药不买路，吃药不买路，就喊我怎么定去死，定去路，定去路。出事呀，投胎呀，人卖了，这个只倒落来，因为故事啊，看衰的父母，卖的父母，赶的父母，希望的父母快死。人卖，你卖了父母，人卖了，所以是出事了啊！就是哎，我囝卖啊，要好人啊！特别你今日养好爸母，你出事啊，投胎去报道呢，阿爸阿妈叹泪，哇，我囝真了好，比应该听我看伊要来出事，我一帮大叹泪，笑甲半死。但不得讲做好些啊，伊若是大去报道呢，阿爸阿妈拍个金油拿天开吼，你看王啊，伊叫个出事呢。伊叫伊拍金的人做这个金药拿互来听，正的金来做的，他们属于是做好者，他们是叫做好医疗行好爸母，保死爸母是好，好阿爸母食是正好。因为我我安尼我这几日真喘啊，安尼我大弟本来真无用，今日我家己袂来啊，这看啊NVMC 啲老抓了，我啲伊人啲希望我去讲。